这里是世间所有读书人心中最向往的圣地，位列君子可成就传扬世代的美丽。我也想成为君子，仗剑登高，一语正道。小子挺能啊，但对我胃口。我叫风祖君，这名字取得忒没水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是学宫当代最强的那个男人。男儿立志天下事，强弱何曾有止境？师傅，一起回去上课。师姐，他怎么来了？小声点，我想下山查明真相，被几位君子知道，可就麻烦了。回去。我们不在学宫了吗？你早就不在学宫了。学宫的情报处叫谍风，收集江湖上的最新消息。学宫不好惹，那就不能把那小子给引出来吗？欺负我们学宫弟子，没门儿！谢雨玲，在了。同在学宫门下，自当互相提携，这是咱们学宫的道理。